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，大家欢喜来斗阵，意思是叫咱爱珍惜这个缘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花，读好碗花第一条。读花这是读白音，花的意思就是不知啊得意，咱讲是欢喜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欢，同款嘛是快乐、享乐、喜乐的意思，咱讲欢喜。另外，真欢喜迎接，咱讲是欢迎，代表真有诚心、真有希望。快乐接受的意思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花头喜面，代表讲面看来真欢喜，嘛当讲是笑头笑面。啊，若颠倒变的词，会当讲是面忧面结、忧头苦面、忧头结面。第二个词读做欢心喜悦，代表是足欢喜来接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看起来花头喜面，原来是有喜事，因为相亲50届，真无简单找到满意的对象，总算是欢心喜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花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欢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